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今日我同大家说嘅嘛嘅好米线呢，就是碗的板。莫看有个细细碗的板哦，真简单哦。其实啦，有个碗的板底部有几道的步骤哦。今日我同大家说嘅一个传了4台年的碗的板，到底係嘛嘅好米线可以幫佢傳4台呢？接下來有請當地的好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火手中阿婆碗的板的調羹喲。總文賢姐，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火手中阿婆碗的板的負責人張文軒。哇，分享文賢姐啊，文賢姐，頭度我有同觀眾朋友講，聽講咱碗的板啊傳了4台年，唔係第4台什麼？係啊。哦，4台我哋講3台都冇簡單的，還傳到4台啊。當時係乜年前開始講愛來做一個碗的板來賣嘅呀？一開始是從我外曾祖母開始。太開始哎。對啊，那個時候我外曾祖母在蒸，它是只有就是蒸的時候是給左鄰右舍，還有一些親戚，大家分着在吃的。然後真正開始在賣，是從我外婆才開始在賣。然後她那個時候是挑着扁擔，然後沿着那個田間的那個小路，賣給那些農夫當點心吃。那個時候就是，然後再接下來就是到我媽媽。我媽媽才定點在火燒莊火手中那邊在賣。對。故說講係太開始，但係那個時候雖然說幾係開始，但係實際上講冇得賣係本隔壁鄰舍啦、親戚朋友這樣的在吃，但是大家知道其實米線夠好哦，然後結果傳到阿婆的時候，阿婆就真實在賣。對，那跟米頭來講，對阿太、阿婆、媽媽都這一路下來，其實個米線有變過嗎？有改良、有調整過嗎？改良就是後來從我外婆那個時候開始的。我的板裡面加的是肉塊，然後到我媽媽那個時候，台灣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一點了，那個時候才開始改用肉燥，然後裡面有加鹹蛋黃，還有再來就是我們的菜脯，我外婆從我阿太到我阿婆，他們那個時候的菜脯就是單純就是只有菜脯，是我媽媽到就是那時候。才開始有加蝦米，還有紅蔥頭，然後還有我們自己獨家的一些秘方下去炒，這些才開始慢慢改良過來的。故說講，到阿婆嘅時節，剛開始有做改良，台下嘅時節，阿太今年做嘅，我印象底度啦，老一批嘅今年咧碗嘅板都搶米。就是整個都是只有泡嘅然後炒嘅蘿蔔糕，就真的只有炒，有嘅本地有鹹米啦，你就真的是那樣子所以一套一套按的改良都更加。按那時候，阿婆佢用嘅擔杆開出來賣的時間，一次大概可以賣多少？一年你應該賣不了那麼多吧？那個時候就挑扁擔啊，我外婆跟我媽媽他們，我媽媽。一開始跟我外婆在做的時候，外婆、我媽媽，他們就是挑扁擔，然後裡面的量大概也是幾十碗吧。按你講好了，這時節假使講阿婆今日買下來，還會去補充新的張來賣嗎？還是講今年的按你擔棍開出來，買下都買下來？買下來。可是因為我們家本身也有田，也是要下去農作，所以賣完了休息了，也賣完了以後。回來就是把碗洗一洗，備料弄好以後，他們我外婆跟我媽媽就會下田去農作。我知啊，嗰個幾時節買一個碗的板，其實係勢頭之一，其實真實的要做的係耕田一件事情。係啊。你家家咪做一個來貼補家用咁嘅意思啦。到媽媽嘅時節，你冇開出來賣嘅，佢天點喺前到耐貨時種喺耐來賣啊？在那個三叉路口對，在三叉路口，一方面是要往三地門，一方面是要進去長治裡面的，就是對，大連路的頭，就是屏東市跟屏東縣銜接的那個地方，就是火手洲。原來係睇嘅文賢姐，請教一下這個寒暑時節都聽到媽媽在做碗的板在賣嗎？我那個時候是我們小時候是家裡的小孩，我們家小孩都會幫忙我媽媽。像她在顧爐火，以前我媽媽他們是用
稻谷下去蒸蛙粿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帮忙。我长大了以后就出去外面工作了，所以是到后期，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失业，然后妈妈年纪又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希望说有人可以承接这个比较传统的味道，就一直希望我们家的小孩可以接，我就只好接下来了。那唐凤呢？其实也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嘛。那其他人给人的想法有想过讲，也可以来天数传承那个米头，还给人其实有这个爱事情太磨汗的，也没有办法。那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真的很辛苦。我们从小看我妈妈、看我外婆他们在做，就很觉得好辛苦、好累。又要顾火，因为以前不像现在用瓦斯，以前是用稻谷木材下去蒸，然后在蒸的时候你要顾火的大小，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看着我外婆跟我妈妈好辛苦，所以我们没有人愿意要接。唔管讲风了啦，做的时间几辛苦，连卖的时间，唔管之前阿婆给人吼，还要开顿的给担棍，妈妈给人要开顿的担棍出来卖，所以一直都是这样子，人力的方式出来嘛，还是说还有些米有用茶叶啦，给掉来做？我没有一开始我外婆跟我妈妈是挑扁担嘛，是到后来，就是我说台湾经济条件比较好了，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已经买了机车，就开始用机车载竹篓，还是一样是竹篓，就是以前传统那种古早味的竹篓，用竹篓载着，然后到火烧庄、火手总那个三叉路口那边开始定点在那边卖。是这样子。你其实咱可能都伫人的名的火烧庄阿婆分的办嘛，那火烧庄是因为喺火烧庄那边卖，那阿婆是不是为了要纪念给阿太给的事情？对。会不会有年刚刚火烧庄阿婆分的嘛？结果看到现在调岗那种安后上，为什么会是阿婆？我以为安能问吗？会啊，可是因为很多客人来就是要找我妈妈或者是找我外婆，他们都会问说，永远不是阿婆在卖，我说因为阿婆我妈妈他们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才会用火烧庄阿婆这个名字下来。讲多转来哈，景家除了温的班以前都景家就是只有卖温的班吗？还是有在卖有其他的？有啊，其他的后续就是还有在加粽子，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有卖萝卜班，还有年糕，还有八条红板，你唐凤来都喺人客家传统的米食的文化，你也几方唔能有在卖，那就文轩姐自家来讲，唔敢讲那最快做，最困难，比较挑战性比较高。这些糕点里面吗？对，这些年糕，用板讲。年糕，我妈妈就是我们是用那个米也是下去磨，然后磨了以后要吊干、压干，下去硬蒸6个小时，才有办法做出传统的，真的以前那种传统的年糕。现在的已经没有这种很传统的口味了。对，我说讲，你看人家烧应该不是烧柴了吧？以前的他用到不是烧柴，也是用瓦斯，可是也是要6个钟头。对，它里面我们的年糕里面是不加水的。没加水哦？没有，就是纯粹就是米磨，用米下去磨，磨了以后没有加任何水，还要把米把它吊干。就会用磨米就等于有点像搬车那样子。下去蒸，没有加水，下去硬蒸出来的，所以要6个钟头，所以我们就是很传统、很正统的年糕。你吃烘了给底部的米是应该会重，就是那种米香很重，不会没有被水稀释掉这样子。对，糖也真的跟熊在试看那些呢。好了，那等一下再来有机会来送看那些。不过想要强调一下，文先生都讲，人哋更加做包括温的班啊，其他米食的这个部分来讲，米食有失败的改良嘛。那这些器具呢？因为头头我们按人问哦，我看到做的方，那平时吃的那个碗，就是真的是很传统的。但是我又有看到人用个更加塑胶袋跟那个铝箔包的那个铝箔的碗的部分，这个是后面你在改良的吗？还是说在妈妈那时候记录有在做要去改良？
我妈妈之前在卖的时候，我们是只有用塑胶袋给人家外带，现场是直接用这个碗跟那个直接在那边吃。那外带的话就是装塑胶袋，然后到我这边的时候，因为现在的人比较讲究卫生，然后要快速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用餐盒，改用餐盒装，然后铝箔碗是客人就是用宅配的方式，对，才有开始改用铝箔碗，对，就是你这个接触之后，有一些经营方式的改变，才会用这样子嘛，对，按你讲方来啊，接触之后做了这些改变，那同妈妈嘅时间去摸相同嘛？那这样子你能用啥不有给一个摸相同的时间，会不会有所谓的冲突啊？你能用板一给一个事情？会啊，我那时候刚开始要改用餐盒的时候，我妈妈就很生气说，不需要用到餐盒，因为客人拿了就走了，他们可以马上就可以吃了。你用餐盒，你又要付筷子，又要付汤匙，那个都是成本。对啊，成本增加不划算，所以那个时候吵了好一阵子。我争执，我跟我妈妈要求争执了好久，她才同意让我用餐盒。铝箔碗更不用说了，因为老一辈的人会觉得说铝箔碗它有毒，对啊，所以铝箔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做到宅配，所以我们现在才改用铝箔碗。那我跟我妈妈说，如果你用餐盒的话，里面会有空隙，我们的碗是圆的，餐盒里面会有空隙，你到客人，而且我们宅配要冷藏，里面有空隙，我们很怕我们的东西怕会坏掉，接触拿到的时间有可能变烂，对，所以我们现在才用。我真空的话就是用铝箔碗，对，所以现在就改用餐盒，然后宅配用铝箔。所以本妈妈接触这件事情，其实也花一些段的时间，知道吗？对，我们有很多都是我跟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的做法她比较传统，我妈妈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我改良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争执了很久。每一次我要改一样东西，就要吵一次，大革命一次。对。但是经过要个改变之后，将会本要个生意比较好，就是去做符合现代人的个需求。但是也因为有妈妈坚持这个传统，那个后面头才可以继续保留下来嘛。观众朋友，原来播就从阿婆问的班，唔看喺地部有按到的故事呢，唔过真是适合来係用版的米线呢，莫就佢要等一下试一下，同大家来报告。哇，观众朋友，那个我们那班啊，披风嘞真是大蟒熊呢，唔对哦，适风嘞，迄马个米头，等一下马上就来吃干那先。文成姐，调到安尼拿顿那个我那班啊，地部很稳稳呢，迄早晨调到安尼大走走出来的嘛。哎呀。哇，刚刚还是在那个啊，迄咸的葱冇？那个那问咸的啊，有冇个特别的地方冇？里面是有肉燥加咸蛋黄的。嘿哦，可以啊。我现在切一下，看下先有运气暗好，我切到个软无？可以啊。安尼实在冇用过安尼，试一下个原味冇淋头有冇嘛个？大蟒球呢？可以啊。劲咬。米做的本来就会比较 Q 弹一点，你可以吃一口，然后再搭配我们家独特的菜脯。吃看看那个口味又不一样了。马上来试一下，按你这个推荐的那个萝卜糕的米线，搭配一起吃看看，然后吃了再加一点酱油，我们也是独特我们自己熬煮的酱油，对，再配一点我们家自己煮的酱油，味道又更真是的呢，好，赶快来淋一下那个头油，这个煮的哦，对，那个是我们自己煮的，哇，那我们的酱油。也是跟配合从我外婆配合到现在的酱油厂，跟他们配合到现在的，我们是跟他们拿那种最纯的、最传统的那种大豆酱油，下来熬煮的，
真是人哋穿人哋後生嘅呀，鬼手用安尼，怪唔好，不好，怪唔好用安尼。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用这个芭蕾。现在年轻人都习惯用筷子或者是汤匙，会用芭蕾这种东西，都只有我们老一辈的客人才会指定说要用这种东西来吃。安尼真明眼行後生。我現在真是條到安尼吃了3後吼，3次都不一樣的味道。第一咧，冇加任何的東西的時間，我吃的都底杯米的香味。米的香味但蠻明顯呢。第二個加上肉皮的時間，馬上就起了變化咯，不一樣了。我吃過的肉皮糕太部分啦，就是清有米稀，那個很有味道，是說除了肉皮的米稀，還有個鹹的米稀。但是你那如果肉皮糕冇嘛相同咧，吃得到跟肉皮糕的蘿蔔的味道，但係冇那種稀罕，沒有這麼多鹽分的感覺。對，跟它有也唔會稀罕，變成一種楊牛滿糕啊，很溫潤啦，跟很順喉的那種感覺。不過你講加上一直要可以一直吃，一聞一下都是係安尼感覺呢。對啊，有到安尼金光光，所以亂風色的都冇，結果給他說，所以我的技術不好。只看看就搭配在一起吃，口感會不一樣啊。味道會更好。真的，安尼是好食，因為唔係像人家火龍年的嗰種麻豆啦，麻豆嗰種那種是完全不一樣的。對，佢雖然講唔係真是最傳統，就是客家拍攝的碗內板。但是有安尼客家的米頭喺裡邊，真是幾好食呢！除了有個鹹的之外，有個看好了一定係甜的什麼？落梧桐呢？梧桐呢？有個梧桐有冇個特別的呀？那個是這個甜的碗粿是只有客家人才有的獨特的碗粿板，也就只有在客家莊才有吧。它很特別，它是只有裡面主要是黑糖，然後加一點2砂糖。下去提它的甜度。現在這個甜的在外面很少買得到了，應該很難找了啦。錯，同觀眾朋友講一下，你看那條都按你緊切對嗎？它真的就是很像我們講的蒟蒻這種，QQ 一直在 QQ 的一直在彈啊，也是我很怕它散掉，或者是那個結果唔會呢，你看就下去，馬上一塊就完成了啊，烘了，哇！你吃看看它的那個口感，會跟你這個是米粉做是做不出來的，因為有比例在，粉沒有辦法蒸出這種甜的碗粿板，而且蒸不出來。按理是它的那個裡面散布的很均勻，有人做個某個米種啊，然後它是有那個粉，會有加一些粉的，有的時候真的他們技術不好，吃得出來會有一些小顆粒。對，更加有個人的底部，很扎實。我沒有什麼氣泡或那個空閒啊，可是吃下去，用吃的都米的香味，從個梧桐的糖的那個香味，就真的是全部都是天然的那個味道呢。金熊冇風味呢，我就現在專心吃好了，一直想要吃。好啦，還可以等一下會，但是除了那個米頭之外，還對的都有新鮮，要給買的呀。我在拿的時候，剛剛沒有注意到，吃完的時候才發現，這個好像不是機器削出來的呢。沒有，現在也買不到了，對不對？對，也很難做出來。我們也不是買的，那個都是我們自己手工削的。以前就是從我外公，然後我爸爸，然後我舅舅，我們這個都是自己削的。這個按來用個竹片，按來削，對，削的。哇，這個都手工削出來的，不是機器做的。哇，講手工，萬一。我現在唔能睇處理嘅時間，細冇注意，日本佢發起嚟也俾嘅人客總發嘅，用一期都收一期呢哦。係啊，哇！所以現在你們還有多少數量？你們有算過嗎？沒有，就是之前留下來的。哦，對。那你還建議講啊，冇貼嘅事情哦，更加完好嘅，不要拿出來再用了，這個是個歷史。對。係啊，包括有個碗也係更加，因為有個碗同一般咧嘅陶瓷碗也冇共用的哈，佢係骨盆一些些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保溫的那個效果。更加有個買得多嗎？現在是很少了啦，英哥那邊你要定做，他才會做。哦，是。對。這種數量其實也不多了。網絡上面也有人在賣啦。
也不便宜了。现在这种一个碗比一个普通的碗还要贵，一个就要100多块了。到时候可能你买一个20碗，可能可以买几下嘅那个铝箔碗，对，可以买几落嘅吼。啊，你讲好嚟做一个碗的班按好设计都。对头都面也个铺在啊，到底是怎么样子？可以像文先生同俺们分享一下嘛？就是糯米一定要嘛，那个米有汉字讲那种的米嘛？米的话是一定要用再来米，然后要用旧米3年以上的旧米啊，还会用旧米哦，做嘛嘅喏？我妈妈他们是说旧米磨出来比较会有那个香气，才会米香味会比较重。那这样子你能做一个碗的班的时间，对哪个时间开始来做糯米酱一个动作？泡米我们是先从泡米是因为我们是凌晨制作，所以泡米要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泡好了，因为你要先让米粒吸收水分，足够的水分才有下去磨，大概半夜吧，1、2点的时候就要起来开始炒料备料炒料了。哇，等于讲，要准备什么的时间，您已经开始放纵要准备的工作了。对。你一个磨的米酱啊，能有算过一斗米，也讲几公斤的米可以做出几碗？我们算一斤的米的话，大概可以蒸出大概20碗左右吧。这一种碗大概20碗左右。对啊。你睇整的时间大概会花1九的时间。年糕是6个钟头嘛，那这个应该比较快一点。这个要花30分钟，半个小时。对，这个要大火蒸半个小时。你跟米酱那个人讲它的浓度会因为糖讲啦吼，有的人讲，甜食个寒人也个少暖的时间，也个里边的水分，如果讲米酱的浓度，他们会去针对这样做调整。人也有吗？有，你像天气，我们跟下水的速度有关。我们的米浆磨好了以后，我们要下水下去调好的米浆才有办法下去蒸。下水的速度跟天气冷热也有关，水一定是沸腾的，只是说天气冷的时候下水的速度一定要加快。对，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冷，米浆的温度会比较低。对，所以下水的速度就要比天气热的时候，下水的速度还要再加快一点。我所讲米酱磨好之后，加入那水是滚水，唔係一般的水。对，哇，要沸腾的水。你讲好了，你磨好做好的米酱，做唔得冰吼？不行。对，不能放隔天，甚至也不能放超过8个小时。嗰一定要新鲜。对，就是要新鲜的。哇，真是当忙辛苦啊！头都喊金面讲那么辛苦，如果这么按做落放来做还唔可以做米酱磨过多一些纯那种唔系那先冰炖冰冷种也嘛嘅，结果唔咩，根本你做的都根本应该整好了，这样可以买其他都做唔得。但是讲错过一点时间，有可能就全部都要再重新做。对，有拄到过安尼的情形吗？就是磨好的米酱磨注意，结果弄黑的，就是全部要重做一次。有啊，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有时候我妈妈她比较忙。刚开始学的时候，他比较忙我就自己一个人做。我以为米浆可以放久一点，结果等我真的要做的时候，我发现它酸掉了。对，米浆磨好，你没有马上制作的话，你放几个钟头以后，它会酸掉，那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以后要重新再泡米，又要好几个钟头以后才能再磨米。哇！对，所以那一次我也是被我妈妈骂得要死。英雄归什么？就是这么辛苦做了，结果全部就浪费掉。对，然后某法突的事情蒸好之后呢，蒸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蒸的时候就是主要就是你现在是用瓦斯还好了啦。现在用瓦斯就是大火就是30分钟，就是在蒸这个碗粿。对在这期间的话就开始准备要摆摊的东西了。对所以主要就是在蒸的这个时间，花费在蒸的这个时间呐。故说讲整的时间，它的时间调到半点钟嘛，它可以提早一点或者是延后一点，会有差别吗？有啊，我有试过。我妈妈之前有教我，可是我不信邪。我有把它提早
提早让它开锅，结果都没熟。某时候就是还是有米浆的状态这样子。对，而且吃起来它会变得粉粉的。哦，那个就是没有熟。然后还有忘记时间到忘记开锅，结果它会整个溢出来。浮出来呢？嘿，对，整个那个米浆会整个溢出来，那个也毁了。那个有时候溢出来都剩不到半碗。哎呦，所以做米烘客家的米是真是冇按简单的呢。就像我们这样子吃，要糖给男人讲好像很简单，但是简单的东西，其实底部它有一些很重要的小道理、小细节，黑暗的某注意到，不是我们表面上这样干的。所以记得米浆不能放过头。对，了解迄条都爱冲点糖多的。观众朋友，不管你自家有做过客家的米食，像温的班啊，整条条、爆班一条，真奇妙呢！但是呢，越好吃的东西，佢爱煮的地方都越多哦。等一下呢，还有更多温的班的故事，我能将好好的同大家分享哦。马上过来。前面啊，是都真是大忙是甜的同咸的个温的班本来quay感动的。但是呢，今日的温的班係煮過個，但係還有一個條都是的老皮糕也親切片的。今日係用班做出來，繼續來請教文賢姐咯。文賢姐，條都係是到個温的班安好是，我相信有一般的個成就要歸功於一個超安好食的老皮糕。我看到你帶來三罐老皮糕，親像冇嘛相同的，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那三罐到底有哪點差別，好嗎？这三瓶不一样的，有一瓶就是我们的招牌虾米，有加虾米的，最前还有那一罐嘛，白白的。对，然后最左边那一罐就是素食的。是在牙口也是的。对，素食的老皮罐，然后中间这一瓶就是辣的，它也是素食的，只是我们炒辣只有用生辣椒下去炒，我们没有加什么辣椒粉，什么都没有，就是生辣椒下去炒出来的素食的。哇，糖都还有冷水都流好了，但是那个打给辣椒我们关辣啊，会不会很辣？是还好啦，有些如果可以接受吃辣的，这个对一般来说应该是小辣。对我们也可以客制化。如果客人希望辣一点的话，我们也可以炒辣一点。你文賢姐，你自家挑有自家做加工過啊，加上一個頭都講嘅糯米醬啦，也就全部也係自家做嘅。那包括連一個老皮糕，你也係自家滷去自家曬嗎？從我外婆那個時候開始，我們是自己曬的。然後是到我媽媽，因為生意太好了，來不及供應，所以我們後來就是買外面直接買他們的菜脯回來做，就是老皮糕買現成的回來做。可是因為外面的，我不曉得我們都不曉得他們的製作過程是怎樣，有時候吃起來會有一股藥水味。那我們的話，我外婆跟我媽媽他們都要求說，我們的東西一定要品質一定要好，所以我們的老皮糕買回來了以後，我們除了浸泡以外，光是洗就洗了快1個鐘頭了。對啊，所以我們家的老皮糕，它吃起來不會死鹹。真是。對，不會死鹹。然後外面一般吃的有時候會吃到藥水味，就是因為他們就是只有泡，甚至有的連泡都沒有，就直接洗了下去炒的。所以我們家的老皮糕，很多客人來吃我們家的活雷班，有時候真的就是因為我們家的老皮糕蝦米菜脯的關係啦。你自家有做那個老皮糕來賣嗎？我看有這樣子一罐一罐，是不是也可以客訂？對，我們就是因為客人要求，說我們家的老皮糕很好吃，他們想要單獨只買所以我們才有出這種瓶裝的，讓客人買回去可以直接看是加個蛋，炒個菜脯蛋，或者是當配飯配麵都很好吃。都可以自家去批，自家去利用，它就是已經做好了這樣子。所以我是在也有，是辣的也有，一般傳統經典的味道嘅也有。對，都這三個。你文賢姐，你做中午要食，媽媽要食嘅時候都已經係固定的嘛？嗰時候講有店面嘛？
目前的话就是以开团为主。哦，对，团购。哦，对。用办会总共行都要讲某固定的时间，就只有接收到开团案的个，生意太好吗？你们太累了，还是有什么原因？讲不能说，一般来讲有店面的，就是说会持续的在开店嘛，很少说，以前有店面只有贵州要给做团购的部分，只有做这个部分。以前是有固定的摊位，就是在佛手庄那边在卖啊。可是因为我最近身体状况真的越来越差，没有办法每天制作了，太累太辛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以开团的方式来卖，然后就是在脸书社团，或者是在我们的赖的群组里面，会公告说我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会有卖，然后请客人到指定的地点跟时间来取货。就会因为身体的原因根本改变了一个经营的方式，也是无法度的事情啦。但是继续请教一下问人家都讲，更加唔系提示台的，迄唔系这个唔能新年的下一台有准备上讲可以来接触做一个天五台，即安尼你都唔会按辛苦的呀。今日有一个想法冇，还系讲唔能这个彼此其实有讨论过。第5代已经不接了。对，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对他们就觉得太辛苦了，太累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接手。然后我有在脸书社团有 po 文说，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来承接，承接我们的窝雷办这个比较传统的手艺。那目前已经超过200个人私讯来询问，结果上面只要看到我上面写说要学磨米技术，就都没有下文了。都嘛个喏，磨米虽然讲也唔会过复杂啦，迄蛮个演员本太个谈到磨米种有个事情，大家就吓到了呢。我也不太了解，其实磨米，因为我们的工序比较复杂，原因是因为你要在前一天要先泡米，而且你蒸出来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那1斤的米只能蒸大概20几万而已，没有办法临时追加数量。可是粉条的就不一样了，粉的话它可以随时要追加数量都可以，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当然，假使讲真是用粉的话，可是米烧都只真的呀。对啊，就不是这个传统的味道了啊！还有在讽刺啦，如果可能磨米种，我们调一下时间，我们不要从凌晨这边开始做，我们卖宵夜场的，也可以呀。我可能早晨再来做，做好的都出来都按不到的，换个角度思维，某一天呐，对，也许有其他人还安尼的想法。当然，既然没有人来学的话，要个技术里面真实就有这个失传的可能。应该就失传了，因为没有人下来承接了啊。哇，错啦，这是也无法度的事情，因为真是没想到我那班看看的按简单，结果其实要准备的功夫过多，也过优。对啊，讲到一个技术同个保存的问题，这个我那班假使讲啊，真是好吃的一定是买到了就赶快吃嘛，对不对？但是假使讲无法度会发，我们要怎么去做保存啊？最久可以保存1久。因为我们是纯米做的，所以我们只能冷藏，不能冷冻。最多的话就是只能保存3天，冷藏3天以内就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对。我说讲切对做唔得不用冷冻哦。不行，不用冷冻会变结构会用的。因为我们是纯米做的，所以它的结构会破坏掉。吃起来里面会出现孔洞，像孔洞状。吃起来会变得很粉。听起来就像是可能豆腐变做冷冻的冻豆腐用对，没有这么 Q 弹厚实的。所以最好还是马上拿到就赶快落肚去，无法度会发最起码可以保3日的。对。那你更加做到更加已经体系台嘛包括阿婆阿太可能在做，是不是有个老顾客老的人行对于可能阿公阿婆。可是是都给人的孙呢，有这样子，也是经过这么多代的客人吗？还是有其他银行有一些特别的回馈，跟你们成为好朋友之类的？我们的老客人很多啊，都是就刚刚你说的，从阿太，
阿婆，到我妈妈，所以我们的客人很多都已经吃到第3代的都有。哇，对，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的营运方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增加很多新的客人。然后老客人的话，他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吃起来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对啊，对新的客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很新鲜，因为他们吃不到这种客家的传统口味。对。那这样客人会不会有跟你说啊？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增加那个开团的数量啦？还是说多一些不同的营运的方式这样子？有啊，他们都会要求说我多开团，或者是恢复到每天营业。可是因为我现在身体状况真的不允许，所以现在就是用开团的方式。那外县市，如果说他们想要是因为有很多从长治加到外县市去的很多我们的老客人，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打电话来询问说，有没有办法说他们也可以吃得到我们家乡传统的口味，所以我们现在才有用真空的方式，真空包装的方式寄给他们。是哦，还有这样真空的方式，所以对真空按你来保存的方式，同咱的一般的保存有不一样吗？真空的话，保存期限会比较久一点。可是你拆开来一样要3天以内要吃完。哇，对，因为都是纯米做的，它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冷冻。哇，观众朋友，今日听下咱文贤姐来分享，大家係唔係同嗰本啊有咁嘅感覺呢？冇想到一個晚的版，底部有暗度的故事，而且俺哋呢老書語傳下去也冇簡單嘅，你看傳到第4胎，第5胎提奶呢，俺哋含啲哦。假使講大家對一個傳統嘅美食有興趣嘅話，可以來請俺哋文賢姐自家來學，順勢從一個老傳統嘅書語傳下去哦。今日再一次感謝文賢姐帶來暗好食的晚的版又有暗精彩的故事，多謝我。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如果說大家真的想要嘗嘗這個傳統的味道，歡迎大家來訂購，然後可以在臉書上面搜尋我們火燒中阿婆就可以了。哇哦，觀眾朋友，坐到更加有過不爽，有冇呢？加個聽聽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